迎收睇 Water 經濟學。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咧，京東同埋美團啊、淘寶啊、拼多多啊，呢啲內地平台咧，用8億補貼咧，係而家燒到嚟香港噶咯。究竟香港嗰個自由市場咧，係咪可以頂得住咧？呢啲嘅碾壓式啊嘅內卷嘅情況咧，我哋咧逐層去拆解下咧，呢一個咁樣嘅跨境內卷啊，點樣咧係由外賣平台啦一路去燒到咧電商啊、網約車啊或者一啲嘅新型嘅電動車啊嘅市場啊，甚至咧未來咧可能會打到去咧咩即時嘅閃購喎，即係咧可以咧喺半個鐘頭之內咧，你網上嗰度去買咗啲嘢咧，就馬上去送俾你嘅。同時咧睇下咧本地唯一嘅土炮嘅電商龍頭啦 Hong Kong TV Mall 咧，而家面對咧大軍壓境嘅時候咧，王維基咧有啲咩方法？譬如話要應對嘅時候係賣盤啦、分拆啦，定係咧有其他方法可以繼續去應戰呢？今集咧講嘅重點咧，其實第一就係即係8億級嘅呢啲嘅補貼咧，點樣去改變咧香港嘅零售生態啊？同埋會講啲數字啦同例子啦。另外咧，亦都香港而家咧其實有競爭條例嘅。究竟係可唔可以保障到呢啲咧香港嘅企業啊？應對呢一種跨境嘅碾壓式暴力式嘅內卷嘅情況咧，係咪要修例咧？仲有就係 Hong Kong TV Mall 啦，即係佢嗰個年報咧，我都詳細去睇咗噶啦。嗰個網上零售電商本身咧係賺到錢嘅。但係咧街市即日送英國咧有啲叫做 In5 個品牌個無人店生物科技生命科技呢啲嘅項目咧，加埋咧其實而家燒咗5億噶。呢啲錢咧究竟咧係咪可以之後咧係攞得翻嚟咧？我會咧攤開咧所有嘅財務同埋經營數字啦，去同大家咧一齊去計下數嘅。呢個頻道咧，我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拆解一啲咧比較深層次嘅問題啊。尤其咧而家係一個大變局當中啦，作為小市民咧，有啲咩嘅應對方法啦？唔係求其講單新聞咧，知道咗就算啦。亦都希望俾到大家一啲嘅建議啦。甚至係對於中小企嘅老闆啊，同埋政府咧，都有啲嘅倡議啊。令到咧大家聽完之後咧有所得着嘅。喺開始之前咧，希望大家幫手 like 下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 ，subscribe 我 channel， 撳埋個鐘仔。亦都希望咧大家隨時咧用 Super Fans 大力去支持我嘅。仲有我嘅 YouTube 會員服務啦。最近亦都開咗2個新嘅級別咧，大家可以自由加入啦。多謝大家嘅支持。首先講下咧，即係而家嗰啲嘅板塊不同嘅平台點樣咧去即係打下呢個香港嘅市場先。我哋先講下咧京東過去2年咧，京東喺香港咧就投入咗咧15億嘅港幣口號咧就係話咧，而家咧都會上不封頂咧，一路咧去補貼嘅。佢哋咧就將咧自己嘅自營商品嘅免運門檻咧係由299啦，就直接咧就劈到188蚊嘅人仔再加埋咧買滿200蚊咧就減30蚊啦。有跨店嘅優惠嘅。仲有咧買貴咗咧就即賠同埋30日咧無條件退貨。呢個效果好唔好呢？官方嘅數字咧就今年2025年農曆新年前咧嗰個年貨買年貨嘅時間咧，京東咧港澳站嘅成交咧係按年暴升咗2倍嘅。用戶啦同訂單啦都翻咗一番啦。新手啦，即係譬如話一啲嘅沙田柚咧特別係沙田柚仲有1000元嘅補貼包應該咧就係佢哋一個叫做重點開發嘅區啦。再加埋咧專門咧增設一啲嘅自提點嘅目標咧就好清晰噶啦，就係要鎖住咧呢啲嘅區內客希望咧可以搶客嘅。其實咧沙田都係啦 Hong Kong TV Mall 一個重點嘅區域嚟嘅。另一邊廂亦都即係之前講過好多次啦，美團嘅 Kita 咧就由呢個外賣入手啦。舊年一路打到去個市場佔有率咧，就一路升上去咧，就變咗 number one 噶啦。Deliveroo 都撤出咗啦。其實都係燒錢策略啦，就係新用戶送300蚊嘅禮券包嘅。每日都免運。一人咧就譬如話去餐廳或者係一啲嘅叫平價啲嘅飯堂咁樣咧，快餐店咧60-70蚊咧先可以食到一餐嘅。而家咧佢30蚊咧就有交易噶啦。咁譬如話一啲嘅鋪頭咧，有時都會一齊聯成做一啲嘅優惠嘅。例如咧譚仔咧之前都做過29蚊咧就可以包埋一杯嘢飲咧係免運費嘅。咁呢個當然啦係真係咧究竟係咪一個咧以本傷人咧？結果咧就真係咧，即係 Kita 咧就好短嘅時間內咧已經成為咗呢個外賣平台嘅一哥噶啦。
嗱，至於淘寶咧，就舊年第4季啦，都推出咗呢個99蚊包郵啦。嗱，10億件商品咧，110蚊，即係圍翻港紙就可以包郵咧，係送到去自提點嘅。嗱，再加埋咧香港本地嘅退貨服務啦，同埋咧每人都有300蚊嘅禮包嘅。嗱，直接咧就令到咧好多嘅年輕人咧，嗱而家咧就唔使行旺角噶啦，嗱直接咧就變咗咧喺屋企咧篤下個手機咧就買到嘢咯。嗱，而家咧有啲嘅潮牌啊，或者係啲波鞋店咧，嗱佢哋嘅店主咧就話，而家直情係有客人咧係攞住咧淘寶嗰個截圖啊去比較價錢啊，嗱搞到咧真係咧好難做生意。嗱呢個咧即係用平啦，同埋咧送貨方便嘅形式啦，嗱好似係一條方程式咁啊。嗱而家咧仲有啦，拼多多亦都係搶爛市啊，一件都免運嘅。嗱，零售店咧如果係要賣啲咧同大陸電商咧好重疊嘅貨品咧，就基本上死緊噶啦。嗱呢啲嘅平台咧加埋啦，嗱外賣啊、電商啊、物流啊，全方位咁樣去推進啊。嗱香港消費者咧因為有優惠券咧，就令到個個咧都會試下去買平嘢嘅。嗱有啲咧初時咧希望咧叫做用咗優惠唔好嘥啦。嗱平台就希望咧可以捉住大部分人呢一種嘅心態，希望咧你試過咧就愛上咗啊。嗱然後咧成為咗一個習慣添。嗱呢場嘅補貼戰咧，長遠係邊個會贏咧？暫時都未知嘅。但暫時咧去睇咧，消費者有着數咧，就當然唔會放過啦。唔太難咧，就會想辦法咧，就叫做咧試下用啊，唔好嘥咁嘅。最終咧就人哋減啦，你唔減咧就會冇生意嘅。即係咧已經係有人 show hand 啦，你唔跟咧就會輸啦。最後咧就真係睇下邊個咧可以笑到尾嘅。嗱，美團啦，即係老闆黃興啦，佢自己都話嗱，唔知呢啲嘅非理性嘅競爭咧，係會幾時完？嗱，佢自己都知道係非理性嘅，但係咧佢就會守住嘅。嗱，呢一種嘅內地式嘅內卷咧，嗱而家真係搬到嚟香港喺度上演緊噶啦。嗱，香港嘅零售業啦，嗱最高峰嗰陣時咧，2018咧係有4800幾億噶，咁疫情嘅一路跌落去啦，跌到3000億度啦。嗱，跟住咧就再上翻啲嘅，嗱但係咧都未去到咧嗰個即係最高峰嘅時候嘅。嗱，失業率啦，當然啦，零售加餐飲咧，就2020年咧就曾經咧就叫衝上去9點幾啊，但係咧收尾咧都跌翻落嚟啦。嗱，行業人手短缺啦，同埋咧而家咧就人工就冇得加啦，餐廳又難做啦，好多嘅零售鋪頭咧都結業啊。嗱，要揾工咧都唔係咁易嘅。嗱，加埋咧北上消費啦，亦都係打擊咗啦香港嗰啲嘅商戶啦。嗱，政府嘅數據就今年首季啦，即係每日都平均有20幾萬人啊，就即係去深圳啊。同期咧就基本上就同內地嘅客咧落嚟香港咧去比較咧就少咗一半嘅。嗱，香港人帶錢北上啦，就去使錢啦。嗱，深圳 Costco 咧開業咧就未夠一年噶，嗱已經係有15萬人咧係做咗會員卡噶啦。嗱，即係買下啲大型嘅嘢啊，牛油啊、薯片啊、護膚品啊，嗱等等啦，因為都好平嘅。但係咧你要買個量咧就比較多先得嘅。嗱，個會費咧而家暫時有優惠咧，199蚊人仔咧。台灣其實個年費就1350蚊左右啊，大概港幣可能300幾蚊啦。嗱，所以咧199蚊咧，確實都算係平啊。問題就係咧，嗱我喺台灣去 Costco 買完嘢就揸車翻屋企啊，但係喺深圳買 Costco 咧要托翻屋企咧，真係幾係嘢喎，買唔到幾多喎。嗱，量販店呢一種嘅模式咧，當然係有一定嘅價值啦。但係香港咧，始終個屋細啊，位置咧即係都即係好襟計啊。你咁樣去咁遠水路咧，去買嘢翻嚟啊，要過關啊，托塔咁買嘢翻嚟咧，就我覺得長遠未必太 work 㗎。嗱，睇翻咧，譬如香港街鋪啦，而家都係即係減價啊、清下貨啊。嗱，如果真係做唔掂，就已經係直接咧係要倒閉噶啦。嗱，商戶啊頂唔順就會裁員啦，裁員加上咧個樓價又跌啦。嗱，呢個會引發咧個負財富效應嘅。嗱，咁啊令到市民咧更加唔敢去花錢咧，就變成咗一個惡性循環啊。嗱，咁其實咧，我哋要研究下，譬如話咧，大陸咧都有一條法例咧，就叫做咧反不正當競爭法。嗱，個明文咧係禁止咧低於成本價咧去掠奪嗰個定價嘅，用個掠奪式定價咧去定價嘅。嗱，但係咧香港嘅競爭條例咧係有啲唔同嘅喎。嗱，佢淨係咧管嗰啲嘅壟斷啦，同埋咧合謀去定價嘅啫。嗱，個定價咧係低於成本咧，本身係唔犯法嘅。
嗱，即係咧要等到咧個平台咧已經係獨佔咗嗰個市場之後咧，嗱再提高翻嗰個價，嗱咁樣咧先至叫做咧係所謂嘅濫用市場權勢啊！嗱個問題就係咧，當細魚都俾大魚食晒之後咧，先至去執法咧，咁個市場就已經冇得救噶咯。嗱，琴日咧有位忠實嘅觀眾咧去留言啦，嗱我諗佢聽到我前日嗰集咧，就講到呢個暴力式內卷啊，係攻陷香港啊！嗱，咁我覺得咧就即係我可能咧未講得夠詳細咧，所以今日咧就會再講多啲啊！嗱，覺得咧就佢又覺得咧，我對呢個內卷嘅睇法咧係有啲負面啊！嗱，但係咧我坦白講咧，我真心咧就唔中意咧呢一種嘅內卷嘅情況啊！嗱，個原因咧好簡單嘅啫，嗱用一種咧剪壓式啦，用銀彈嘅策略咧去即係喺一個即係本身個市場上咧，去同嗰啲其他嘅競爭對手咧去鬥價咧，嗱短期內咧消費者係有啲着數㗎。嗱，但係長期咧，可能咧就係調翻轉頭蝕翻㗎。因為咧，當競爭對手啦都冇晒嗰陣咧，嗱呢個先係戲肉啊！嗱，之前咧蝕咗嗰啲錢咧，而家咧就真係咧呢啲嘅即係叫做咗龍頭啦，一次過咧可能就要攞翻晒㗎咯。嗱，所以咧呢個咧先至係咧內卷咧出現嗰個潛在嘅風險嚟嘅。嗱，你話個價錢咧就個消費者都想平噶啦，嗱，但係我擔心嘅咧就係呢一種嘅割喉戰咧，最終咧就係將佢哋咧嗱所有嘅競爭對手咧都消滅晒啊！嗱，呢一種情況咧就不利於競爭嘅。嗱，到最後咧，因為個選擇減少咗之後咧，嗱商業社會啦唔係話一定咧要明刀明槍咧咁樣咧，大家去合謀定價噶。嗱，其實好多時候咧都迴避個法例咧，就會可能咧用啲其他嘅方式啦。嗱，如果嗰個競爭市場咧又好細嘅話咧，嗱其實咧佢哋可以透過一種咧所謂叫做默契啊，嗱佢哋咧就唔使咧真係開個會咧去傾下咧啲嘢咧賣幾多錢㗎，但唔需要咁樣做嘅，自然咧有一啲咧即係所謂嘅地下機制咧可以做到嘅。嗱大家咧其實都傾掂數啊，嗱譬如話假設咧其中一方咧有時候個定價誇張咗咧，嗱但係如果咧當個競爭啊都係講緊咧得一兩間公司咁咧，嗱雖然話係同業啫，就其實咧就算好似我以前做唔同嘅生意咧，同業之間咧未必係冇偈傾㗎，嗱一樣係有啲交流咧會出現或者存在啊。嗱可能咧我就可能食飯嘅時候咧講一句啦，喂你個價錢咧就應該即係翻嚟搞搞佢喎，真係好似唔係好掂喎賣到咁。嗱另一邊廂咧就可能會識做噶，嗱因為咧惡性競爭咧對雙方都冇好處嘅，嗱但係咧當個競爭者咧講緊唔係話兩三個啦，嗱有多啲嘅，嗱或者係好多嘅話咧，嗱佢哋咧就未必會咁容易咧做到呢啲嘅合謀定價噶，嗱因為咧人總有私心噶嘛，嗱譬如話咧有人想做大佬啦，嗱佢可能咧會挑起咧嗰個價格戰嘅，嗱咁其他人咧又要被逼應戰啦。但係咧就大家個實力咧，如果唔係個實力差太遠啦，呢啲嘅情況咧互相拉扯之下咧，其實個市場佔有率當然咧係會有啲喐動咁啦。嗱未至於咧就會發生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嗰種內卷嘅情況嘅。但係要咧逼到對方蝕到即係真係要離場為止咧，未必去到咁誇張嘅。咁但係啦，如果真係萬一咧內卷呢一種情況去發生嘅時候咧，係真係令到個競爭咧少咗之後咧，消費者咧長遠咧真係會蒙受個損失嘅。嗱咁應唔應該政府諗一諗咧，係咪要修例咧？嗱，當然啦，一邊就係我哋不嬲講啦，香港都習慣咗嗰個自由市場嘅傳統啦。另一邊廂咧就係即係呢啲跨境嘅資本咧，佢哋用個補貼啦，或者係割喉式啊、暴力式、碾壓式咁樣去咧碾壓對手嘅話咧，嗱基本上都刀刀見骨㗎。嗱要搞到咧真係你死我活㗎。嗱其實咧就係咪可以拎翻咧，譬如話內地咧嗰啲情況去做個參考咧，係咪要引入咧所謂嘅不當低價條款咧？嗱，只要證明到呢個平台咧係蝕住本咁樣咧，為咗去排斥對手嘅話咧，就可以叫停呢啲嘅情況發生嘅。嗱，咁你可能咧就奇怪啦。嗱，點解啦？即係大陸又唔係真係成日引用噶啦。我哋見到大陸都係咁樣噶嘛，不斷大家割喉式競爭。嗱，因為咧其實政府咧都要平衡翻咧消費者嘅利益噶。嗱，同埋咧有啲市場咧可能剛剛起步咧，就未必咧希望咁快去打壓佢啊。嗱，譬如話啦，本身個市場啦，都係賺緊一啲暴利嘅話咧，嗱有時咧減價咧係令到翻個市場個價格去到一個合理嘅水平嘅，嗱所以咧未必會即時去干預嘅，嗱就即係個門檻方面咧，我覺得反而咧係可以去研究一下嘅。
嗱，當然啦，監管競爭咧呢樣嘢咧，有時咧就驚管太多咧，就會阻礙咗個創新啦。嗱，好似話啦，最近 Google 啦嘅 Chrome 瀏覽器啦，嗱咁樣佢而家咧喺美國咧就有要求咧，就要佢去分拆咧，去賣出去嘅。嗱，咁呢一種咧，嗱，我覺得咧，佢就唔係靠嗰個價格優勢咧去競爭嘅。嗱，佢咧係用一個咧叫做技術嘅優勢咧去碾壓對手嘅。嗱，咁我又覺得啦，唔係好應該咧將呢個門檻咧去定到咁低啦。嗱，唔係話個市場咧冇足夠嘅競爭者咧就一定有問題嘅。嗱，最務實嘅方法咧，就可能咧係要先設立咧一個咧預警線嘅制度啊。嗱，當某啲嘅平台啦，佢哋可能咧用補貼啊，要達到咧個市場佔有率啊，要去到某個門檻啊。嗱，咁咧政府咧如果見到咧呢一啲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就可以要求對方咧去提供翻個成本資料咧，去睇睇咧係咪一個掠奪式嘅定價啊。嗱，反競爭啦。嗱，如果真係成立嘅話，政府咪可以介入咯。嗱，講翻本地嘅龍頭咧，Hong Kong TV Mall 咁咧，嗱，佢2024年呢個 GMV 咧係85.9億嘅，嗱，按年咧都升咗2%啦，營收咧就34億，嗱，毛利率咧仲係有22.9嘅，核心電商部分啦，調整嘅 EBITDA 咧仲有3.29億咧個正數啊，證明咧就仲係喺個零售網上零售所謂電商呢一 part 咧係仲賺到錢嘅。嗱，但係咧集團最終咧都係要輸6670萬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嗰啲嘅新探索嘅服務啦，個業務咧係燒緊錢嘅。嗱，街市即日送啦，全年係虧損咗7730萬嘅。無人店 In5 咧喺英國開咗啲鋪頭啦，但係就唔係好順利啊。就嗰個監管咧就比較多啦，同埋咧就嗰個批審咧就好慢啊。嗱，呢個咧就同埋佢嗰個自動零售系統咧，總共係燒咗5400萬嘅。跨境代購咧 Everest 咧就損失虧損咗3340萬嘅。生物科技嘅項目咧就燒咗1500萬啦。嗱，所以咧3年加埋咧，其實總共係燒咗5億嘅港幣嘅。嗱，點解王維基咧都要繼續堅持咧去發展呢啲嘅新業務咧？嗱，確實咧就去睇咧，嗱，呢個零售市場咧，王維基就覺得長遠就唔係太明朗嘅，麻麻地嘅。嗱，佢話如果唔轉型嘅話咧，淨係靠 Hong Kong TV Mall 一個生意咧，就好難頂得住嘅。5年後咧，有機會咧就會俾啲大嘅財團啦，或者係內地平台咧就要吞併噶啦。嗱，因為咧內地平台咧始終咧係大把錢啦。嗱，講緊係有幾千億咧，去同你咧即係得5億現金咧去慢慢鬥嘅話咧，嗱。所以咧，如果真係直接競爭咧，就 Hong Kong TV Mall 咧，始終咧都係冇咁容易咧爭得贏嘅。嗱，但係咧街市鮮活嘅產品咧，對於其他呢一啲嘅內地競爭對手嚟講咧，嗱，尤其呢啲平台啊。佢哋咧可能咧未必咁熟悉香港嘅市場啦，所以咧個門檻會比較高嘅。嗱，冷鏈啦同埋個時效成本高啦，外來嘅對手咧就未必咁容易咧可以有競爭優勢啦。嗱，佢希望咧就趁機咧就可以咧起到一條嘅護城河出嚟啊，就希望咧未必咁容易咧就可以打敗 Hong Kong TV Mall 嘅。嗱，無人店啦，同埋零售系統啦，即係嗰個In5咧，嗱，佢係希望咧將個技術咧最終咧可以賣下俾第三方咁啦，嗱，可以增加一啲嘅收入來源㗎喎。嗱，生物科技啦，或者生命科學啦，完全就係一個咧遙遙無期嘅一個遠期嘅佈局嚟噶。嗱，可能咧要投資咧超過10年咧，都未必見到啲錢翻到嚟嘅。嗱，不過咧我哋見到啦，暫時咧用嘅錢咧，燒緊嘅錢咧就未必係好多嘅啫。嗱，呢一種咧有少少咧係叫做刀仔鋸大樹啊！希望萬一咧搏中咗咧，就變成咗另一個增長嘅動力啦。咁嗱，你話呢條路 O 唔 OK 咧？值唔值得行呢？嗱，如果街市即日送咧2-3年咧，仲係未能夠轉虧為盈啦。嗱，個資本市場咧就冇咁好嘅耐性啊。嗱，不過咧，我覺得王維基咧，如果真係希望落重注咧，嗱，去做好街市咧呢啲嘅濕貨咧，係一個咧好重要嘅部分咧，係可以幫補到個生意咧，同埋咧做到個差異化出嚟啊。嗱，而家因為咧仲有5億嘅現金啦，又冇任何嘅負債啦，嗱，燒多2年咧，暫時咧都可以話燒得起嘅。嗱，不過咧零售嗰方面咧，可能都要睇下個市場份額啦，有冇一啲大嘅變化。嗱，因為分分鐘咧都要再揼錢咧出嚟應付啦呢啲嘅內卷嘅競爭嘅行動啊。嗱，睇下可唔可以撐得住啦。嗱，個股價咧而家暫時咧都係有少少負面嘅。
嗱，早前咧就傳啦，王維基可能會賣盤咧，個股價咧有炒過上去，即係過9啦。嗱，但係咧王維基咧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咧希望大家咧唔好抱有幻想啊。嗱，咁小股東咧係咪要即係陪主席去玩鋪勁咧？嗱，可以分2個層次去睇喎。嗱，如果講分拆嗰個部分咧，嗱，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嗱，例如咧，將嗰個生命科技啦，就係生命科學啊，嗱呢啲咧嘅項目咧，獨立翻出嚟嘅。嗱，或者咧引入一啲嘅策略投資者咧，就減輕嗰個上市公司嘅壓力啊，又可以保留翻個控制權咁啦。嗱，賣盤咧就即係視乎咧呢一個內卷嘅價格戰啊，係要搞幾耐嘅。嗱，如果譬如話呢啲京東啊、美團啊、淘寶啊、拼多多啊，嗱繼續燒2-3年前咧，嗱再加埋啊，而家大陸都好興嗰啲嘅閃購啊，嗱即係用外賣嗰種方式咧，就去送貨俾你啦。嗱，你買咗啲乜嘢貨咧，佢就即刻咧半個鐘就送貨俾你啊。嗱，咁 Hong Kong TV Mall 咧個市場佔有率咧點都會有受一啲嘅打擊嘅。嗱，換句話講咧，王維基而家咧佢咧就真係要搏咧，香港人咧未必會 all in 呢啲嘅內地電商啦。嗱，搏呢啲嘅補貼咧，未必會對佢哋咧造成一個致命嘅效果啊。嗱，搏呢個咧街市即日送咧係可以擴闊到佢哋嘅收入啦，可以繼續去打一個持久戰啊。嗱，如果成功嘅話咧，Hong Kong TV Mall 咧就唔單止係守住咗個市場嘅，嗱仲有機會咧可以繼續做上去添。嗱，我諗呢方面咧就要睇下黃生佢嗰個眼光得唔得啦。嗱，咁當然啦，佢過去都好有經驗啦，咁相信咧佢都有一啲嘅即係打算啦，即係佢應該都諗過啦，應該係要點樣搞嘅。嗱，對於政府嚟講咧，其實最緊要就睇幾樣嘢嘅啫。嗱，第一咧就係檢討翻咧嗰個競爭條例啊。嗱，我覺得咧真係要檢討下喎。嗱，要睇下咧點樣去鼓勵咧，即係個價錢啦。嗱，可以有一啲嘅低價之餘咧，嗱同時間咧要防止翻咧，即係嗰個惡性競爭咧係太犀利啊。嗱，我覺得兩者之間咧真係要諗辦法咧，係要有翻一個平衡出嚟嘅。嗱，如果唔係咧，長遠嚟講咧，其實對消費者嚟講咧，唔係一件好事嚟噶。嗱，第二咧就係其實咧，Hong Kong TV Mall 咁咧，嗱更加重要咧就係其他嗰啲嘅比較細型嘅零售鋪頭啊，嗱又或者咧係本身咧 Hong Kong TV Mall 咧旗下咧佢都有好多嘅商戶咧喺上邊嗰度擺檔啊嘛，做生意啊嘛。嗱，睇下有冇啲乜嘢咧係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啊。嗱，加快翻咧個中小企嘅數碼轉型升級啦，嗱唔至於咧係被打殘啊。嗱，第三咧就係咧香港咧個城市定位方面咧，嗱我覺得咧香港政府真係要諗諗佢喎。嗱，即係咧我哋過去咧所謂嗰個購物天堂啊呢一種嘅即係稱號啦，嗱呢個其實係一個過時嘅定位嚟噶。嗱，我覺得咧係有啲嘢係要改變一下啦，例如話唔可以成日話咧咩香港啲嘢好平啊。嗱，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好多地方嘅嘢咧都平過你噶。香港嗰個主要嘅競爭優勢咧就唔係講緊咧平啊，係嗰個集中嘅問題啊。嗱，即係咧，你嚟到咧，你花好少嘅時間咧，就可以睇晒咧你想要買嘅嘢噶啦。嗱，又唔會好似外國咁咧，要揸車啊，揸成個鐘咧先買到嘢嘅。嗱，應該咧喺嗰個體驗度啦，其實食嘢都係一樣啊。嗱，香港就匯聚呢個中西文化咧，你嚟到香港咧係乜都食到嘅，乜都買到嘅。嗱，相對咧雖然咧個價錢未必係最平，嗱，但係咧譬如話國際品牌咧，大部分咧都可以喺香港嗰度咧見得到嘅。嗱，咁大家會計數噶嘛。嗱，雖然咧就話你去到咧一啲地方買一啲嘢咧，可能會更加平咁啦。嗱，但係機票要錢啦，住宿要錢啦。嗱，譬如話你去幾個地方咁咧，嗱，住宿使費啊，其他嘢啊都要錢噶嘛。嗱，所以咧就你嚟香港咧，就叫做可以一次過買晒咁啊。嗱，變相咧都係慳咗錢同時間噶。嗱，呢啲咪就係香港個競爭優勢咯。嗱，價錢咧未必係最平，但係咧最緊要合理，同埋咧比起即係其他地方嚟講咧，仲係會平過一啲嘅地方嘅。嗱，咁樣咧就係香港嘅價值嘅所在啊。嗱，仲有譬如話一啲嘅專業服務咁啦。嗱，香港好多嘅專業服務上咧，其實係比較成熟噶。嗱，所以話咧有時係真係要睇清楚自己個優勢喺邊一度啊。嗱，譬如如果成日都講咧，香港係仲有好多競爭優勢啊，但係咧你又講唔出係啲咩咧，咁啊得個吉嘅啫。
嗱，仲有好多嘅競爭優勢啊！我成日講噶啦，嗱，譬如話香港創業嗰個門檻好低啦，開公司嘅門檻好低啦，銀行開戶口好快啦，稅又比較低啦。嗱，政府咧應該咧係要講多啲啦，呢啲嘅實質嘅嘢嘅，唔係一個口號啦 Hello Hong Kong 咁啦，人哋係唔知你 Hello Hong Kong 咩意思啊？嗱，個品牌形象咧唔清晰嘅話咧，嗱，對於我哋呢啲啦，即係叫做讀商業啊、讀 marketing 嘅人嚟講咧，真係香港嘅敗筆同埋致命傷嚟嘅。嗱，對於本地嘅企業咧，包括 Hong Kong TV Mall 咁啦，嗱，要有個思維咧，就係同呢啲嘅即係叫做企業巨頭啦，去打價格戰咧，就不如做個差異化。嗱，好明顯咧，就王維基都用呢個街市即日餸咧，希望做到個差異化出嚟嘅。嗱，另外咧，仲即係有講下一啲嘅即係本地品牌故事啊，咁樣啦。嗱，呢啲即係有好多譬如話你點樣去製作，或者係咧，即係有啲咩血淚嘅故事啊。例如啦，即係本地嘅一啲有機嘅農產品啊，嗱，又可以咧講下自己嘅故事喎。嗱，呢啲都係咧外來平台咧一時三刻未必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嗱，最緊要就係要再繼續去提升個服務啦。嗱，諗辦法提升翻嗰個物流嘅速度。供應鏈嗰個透明度啦，嗱，俾人咧有一種咧就本地嗰種嘅嗰陣味啊，嗰陣除啊，嗱，提供一啲咧人哋冇嘅服務。嗱，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當年咧，譬如話1010啊，CSL 1010啊，大家都做電話啦，有咁多其他嘅網絡商啦。嗱，當年咧1010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去做咗個差異化出嚟嘅。嗱，最後啦，作為咧消費者啦，我哋當然係想平噶。但係咧都要諗下咧，如果將來咧淨係得一兩間嘅平台咧去壟斷嘅話咧，佢隨時如果真係起價嗰陣咧，你就冇得揀噶啦。嗱，有得揀先係老闆啊嘛。嗱，多啲支持咧本地嘅平台咧，就唔等於咧話要抗拒其他平台嘅優惠嘅。嗱，而係咧即係同樣嘅價錢、同樣服務之下咧，盡量就留翻咧即係部分嘅消費力啦，俾呢啲嘅平台啊。香港又有好多嗰啲零售嘅店鋪啊，香港品牌咁啦。嗱，當然啦，都希望咧呢啲嘅香港品牌咧個服務咧係會慢慢咧繼續提升嘅。嗱，例如咧我成日見到留言咧，好多講話即係香港嘅餐飲服務咧個服務好差啊。嗱，呢樣嘢又要搞佢喎。嗱，我覺得咧應該咧真係咧諗下計咧。嗱，就算你啲嘢係幾貴都好啊。但係咧如果人哋咧就覺得咧個服務體驗咧係值得嘅。嗱，咁咧就大家未必一定要北上消費㗎。嗱，因為始終有個成本、個時間成本啦喺度啦。嗱，希望咧即係呢啲嘅中小企老闆啊，都要諗多啲呢啲方面咧。其實隨笨就有精啊。嗱，點解唔做好少少嗰個服務咧？嗱，畢竟咧即係香港都係我哋嘅家啦。嗱，我哋都會想咧香港咧係會繼續好嘅。嗱，今日呢一集咧時間差唔多啦。嗱，希望咧今集咧可以幫大家咧了解到咧內卷嗰個問題啦。嗱，政府啦都要諗計咧去保障翻咧本地嘅市場嘅，唔好出現一啲咧過度嘅競爭啦，影響晒成個營商嘅環境嘅。嗱，Water 經濟學咧下一集再同大家去傾另一個議題。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開埋個鐘仔啦。行有餘力就加入我 YouTube 會員啦，希望咧俾我更加大嘅動力咧走落去嘅。咁啊，希望大家而家舉手之勞啦，就幫手撳個 like 啦，訂閱埋我個頻道啦，咁啊幫我咧可以繼續咧快速咁樣成長啊！咁可以嘅話咧，留言話俾我聽你對今集有咩睇法，我哋下一集再見。